各位弟兄姊妹，今年裏邊，我哋教會邀請咗唔同嘅同工同埋執事，為大家每日讀出不同嘅經文，鼓勵弟兄姊妹可以按着當日嘅經文，喺你另外嘅時間繼續去閱讀同埋默想，讓我哋喺今年2025嘅預苦期，能夠與主同行。今日係4月9號，活潑嘅生命。經文係民數記11章24至35節，係記載摩西明白神嘅心意，摩西嘅包容心同埋咁大嘅包容力。24節，摩西出去將耶和華嘅話告訴百姓，又召聚百姓嘅長老中70個人來，使他們站在會幕的四圍。耶和華在雲中降臨，對摩西說話，把降與他身上嘅靈分賜那70個長老。靈停在他們身上嘅時候，他們就受感說話，以後卻沒有再說。26節，但有2個人仍在營裏，一個名叫伊利達，一個名叫米達。他們本是在那些被擄的人中，卻沒有到會幕那裏去。靈停在他們身上，他們就在營裏說預言。有個少年人跑來告訴摩西說，伊利達、米達在營裏說預言。摩西嘅幫手嫩嘅兒子約書亞，就是摩西所揀選嘅一個人，說，請我主摩西禁止他們。摩西對他說，你為我嘅緣故嫉妒人麼？惟願耶和華嘅百姓都受感說話，願耶和華把他嘅靈降在他們身上。於是摩西和以色列嘅長老都回到營裏去了。31節，有風從耶和華那裏颳起，把暗中同海面颳來，飛散在營邊和營嘅四圍。這邊約有1天嘅路程，那邊約有1天嘅路程，離地面約有2肘。百姓起來，終日終夜，並次日一整天，捕取鵪鶉。至小的也取了10盒梅爾，為自己擺列在營嘅四圍。肉在他們牙齒之間，尚未咀爛，耶和華嘅怒氣就向他們發作，用最重嘅災殃擊殺了他們。34節，那地方便叫做基羅哈他亞，因為他們在那裏葬埋那起貪慾之心嘅人。百姓從基博羅哈他亞走到哈洗錄，就住在哈洗錄。弟兄姊妹，神活潑嘅道要在你裏面生根建造，使你嘅信仰有根有基。耶穌祝福你。鼓勵你繼續用今日嘅經文，喺今日唔同嘅時間去搵空間再繼續默想，我哋繼續與主同行。